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一道的龙虾金马大餐，要41000块，有合理也无理。这间活海产的餐厅是伫台中的沙鹿，过去捌来入选到米其林指南。有民众一家大细总共13个人，叫一道活海产来食，山姜3只，沙母1只。 龙虾1尾，石雕1尾，等等等等，食饱来计绍，含啊分到，含这个服务费要41000多块，马上就引发到网友的讨论。有人感觉讲，这个计绍实在是伤贵，伤过惊人咯。啊，嘛有人感觉讲，因所食的拢是高级食材，计绍合理。 餐厅的头家来解说讲，因的海产拢是逐工为澎湖空运送过来台湾，拢是现捞啊，拢是活海产，这个介绍真公道。 民众伫咧网络顶铺文，讲一家伙仔去海产餐厅食饭，点一道菜，当时感觉计绍差不多是2万块，毋过计绍时挂服务费拢总4万块，会惊一条物价起价呢。甲计绍含菜色铺上网，其中3只沙姜、1只沙母要9501，龙虾1只6000，搁有吹石雕1尾就要3740。甲这相片铺上网，随后网友拢伫咧讨论，有人讲计绍伤过咸，毋过嘛有人。 讲毛蟹石条介绍拢正常的，食到拢是现捞的新鲜海产。民众指控店家就伫咧台中沙鹿，去年阁得到米其林指南推荐的餐厅。东西品质本来就比较好啊，哎呀，我不评论了哈。民众认为海产卖甲伤贵，店家无回应。毋过私底下讲到，海产拢是因兜的渔船啊，伫咧澎湖现捞的，逐工机场直送。啊，那到底鱼的介绍如何？咱实在来到渔港来问卖鱼的。1只2斤的吗？对呀、大概1000多块啊。4只9000多，你觉得？还好，1斤1200，2斤大概2400啊。卖鱼的讲，沙姜甲沙母拢是东南亚进口，外一大斤大700-800，一只称7的可能都要1-2000。啊，澳洲进口的水果牛龙虾，外一大斤嘛要1200到1300，一只嘛可能要2-3千块。另外石雕鱼贩的嘛讲，真罕咧看。那一只可能就要2000多了，它不好抓，然后所以其实很罕见，罕见就会贵很多。民众去海产餐厅食饭，一道要4万起，介绍敢有实在？鱼贩啊讲，海产外冷冻的、野生的，或者是鱼贩啊饲的大细只。 介绍拢会差真济，所以会民众叫食进前介绍上好，拢要先问详细，较袂食到规巴肚火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